来第一句，遥远的。好，万四声可以吗？遥远的。好，这个的那个 A， 你把它唱嘞，好不好？遥远的。你哪唱 A 会比较扁？遥远的有没有 ？A 就会听起来很扁。遥远的。有点咧的感觉，遥远的迄粒天星，好天，好星遇到了一个箭头往下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下滑音，声音会掉下来。星，整句来，遥远的迄粒天星。好，换气讲一下，遥远的后面给它一个逗号，表示换气，可以吗？遥远的换气啊，遥远的换气，一粒天星，下滑音这样子 ，OK？ 遥远的一粒天星，来。照你阮身边，身边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这一整句好不好？遥远的迄粒天星，照你阮身边。遥远的迄粒天星，照你阮身边。有点下滑音不见了，哦，天星，还有一点奶奶的感觉，奶嘛，天星。很好，再来，整句来，再次，遥远的。非常好，再来，阮姑娘伊，二声哦，伊，两个音哦，阮姑娘已经看无你。好，看又遇到什么音？看，好，无你的无。可不可以转音？原唱没有转音，他是这样唱的：阮姑娘已经看无你。这个是没有转的版本，很简单的版本。你要转两个可不可以？注意听，阮姑娘已经看无你，无你。要转的同学，麻烦你要转快一点，无你。你可以把它写两个上去，好不好？看你要不要转，随便你自己决定。阮姑娘已经看无你，来。你，四声，再来。看到你，换气。看到你，这里换气。绕哦，不是绕哦，绕。看到你。袂记带走，走要怎么样？很好，你们越来越厉害了。回到乌的嘴型，走乌。这里很多人会唱走凹，那个是凹，我们不要凹，我要乌。看到你袂记带走，虚情假意。好 ，he 有一个什么二声的一，然后做什么抖音啊？虚情假意，虚情假意，很好。来，我们从看到你唱到虚情假意，好来。看到你袂记带走，虚情假意，来。虚情的虚，拜托加一个二声吧。虚，慢一点是有听起来。虚，但是还会做快一点哦。虚情假意，
好，来2句，康老里。再来，梦中枕头。好，忙2声，忙2声，忙2声，忙。好，然后你有看到我写了什么？气加喉的意思就是气音加喉音，来分解一下什么是气音。忙的气音怎么唱？这是气音，对不对？那喉音呢？这个叫喉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忙的喉音是不是忙？那我要加气音加喉音，同时忙忙，有一点喉咙会滚动，但是你又同时把气推出来，这样是2个技巧融合在同一个字里面。你要回去练习啊！梦中枕头，好，这个头呢，我建议你不要加哭腔。再讲一次，这个头建议你不要加哭腔，因为它的帮已经有做技巧了。好，什么是哭腔？我唱一次。梦中枕头，这个就是哭腔，太多了。好，枕头你靠到拢破去，不是打你啊，是破去啊。没有，枕头那个头不要哭腔，因为帮我们有够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梦中枕头拢是泪，来。好，金跑的金我们再讲一次，有一个音位的音跟一个闭口音，这是转音哦。金头，好，很多人没转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就直接唱金就直接闭口了，你要多一个音位的音，金头，3个音，金头，加快，金头。很好，你那个亏号才有做出来，可以吗？我们试试唱这一句好不好？梦中枕头拢是泪，很好，超好的。来，我们从遥远的手甲拢是泪一起来，好不好？遥远的迄粒天星，来。照你阮心边，来，继续唱下去。再来，康老里，一起唱。梦中枕头，非常好。来，副歌。你讲过，好，讲4声，讲哦，我们用念的也是讲，你唱的时候也要唱讲。你讲过，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字？因为很多人会唱你讲过，讲变讲啊，好，讲，你讲过，换气，我的爱上水，上水。上水，搁一摆，你讲过我的爱上水，无人可比。人2声，无人可比。好，来2句。你讲过我的爱上水，无人可比。来，再来，哪会变心？好，变心的变，重一点，好，变，你要用力才有办法唱哦，因为它是高音。哪会变心？心要不要闭口？好，嘴巴合起来。哪会变心？再一次。哪会变心？
下滑音，对，对，阮来创治。好，来，你可不可以加一个一上去？来，一，来，阮决定，有一个 I， 有看到吗？阮决定，从今以后，好，从今以后，好，今要记得闭口音，好，阮决定从今以后，将你放袂记，好，放有两个 N 哦，放袂记，放袂记，好，整句可以吗？阮决定从今以后，将你放袂记。整句，行出着女人一片天。好，行，你看又遇到气音跟喉音的，加一点重量感觉。行出着女人转音，女人一片天。很好，来，整段副歌，你讲过我的爱上水，来。再来，阮来创治，再来。行出着女人一片天。OK， 这首歌很简单，但是有重要的技巧，就是非常多的下滑音，让你回去练习下滑音。好，下滑音，还有气音加喉音，这也是一个重点，这是一个quick套的东西。你要不要加，当然都没问题，但是我希望它有这个技巧，你可以练习。OK， 练习用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女人一片天。